各位街坊睇住啦，想食馬拉糕啊，再都唔使出街買啦。今日咧，我將30幾年麵點師啲手工馬拉糕秘方啊，免費咁分享俾你哋。咁我哋自己喺屋企蒸呢個馬拉糕啊，你就記住我呢個方法，唔理你幾時做啊，都唔使用酵母粉同埋泡打粉，你整出嚟嘅馬拉糕啊，一樣係鬆軟彈牙、軟糯香甜啊。咁整俾細路仔返學前啊食個早餐真係一流噶。今日咧，我教你一招啊，等你哋喺屋企可以快速蒸出一底星級飯店級別嘅馬拉糕。為咗方便以後想對住做嗰陣咧，揾得翻呢條視頻啦，你可以點個免費嘅小紅心收藏起嚟，翻屋企之後慢慢學啊。第一步，2殼嘅紅糖加70克嘅溫水，將啲糖啊攪拌化開，攤凍備用。第二步啊，打入6隻小學都未畢業嘅雞蛋，再倒入3包呢個秘製嘅馬拉糕預拌粉，撈勻到冇顆粒啊。之後咧，我哋將佢封上保鮮膜，發到2倍咁大，加殼靚仔嘅花生油，再次攪拌撈勻啦。第3步啊，盤底咧擦啲油，倒入麵糊，重點嚟啦，你一定要燉一燉個盤啊，將啲空氣啊排晒出嚟，然後咧水滾落鑊，大火蒸佢30分鐘就可以出鑊啦。你睇下色澤金黃，口感軟糯，關鍵係呢個秘製嘅馬拉糕預拌粉啊，係經過我哋反覆去測試，同埋係無數客戶一致好評調配出嚟嘅黃金比例，唔使加酵母粉同埋泡打粉，亦都唔需要夾硬去稱各種麵粉嘅重量啦。記住啦，1包粉配2隻雞蛋呢個比例就得啦。好多顧客食完我哋呢個手工馬拉糕之後，都要帶翻10包8包呢個預拌粉翻屋企慢慢整嘅。如果你哋唔知呢個馬拉糕預拌粉喺邊度可以買到嘅，你可以點開我頭像下面呢有個櫥窗嘅，我已經幫大家準備好啦。趁依家有活動，快啲帶翻去試一試啦。